钱，我要生活。跟他相比，努尔拉倒更像个小孩，身边的氛围显得明快许多。这样的努尔拉，让你很难联想到赛场上那个拳拳重击、毫不留情的天山巨炮，甚至很困惑，也很担心，好像随时处于放空状态的努尔拉，究竟是如何在场上保持冷静的？这样的性格差异，让人感觉侯赛因和努尔拉就像生活在两个不同星球上的人。但是今天，比赛却将这两个格格不入的人放在了同一块擂台上。我们不知道努尔拉的蒙圈是不是只是迷惑对手的烟雾弹？很多事情你上了擂台就没法解释，但也有可能一切都只是计谋在作祟。对手天山巨炮努尔拉。好，现在准备出场的是中国选手努尔拉穆拉利，外号天山巨炮，也是昆仑决的一个老面孔，年龄23岁，身高1.78米，体重75公斤，战绩12胜6负1平。昆仑决的战绩是5胜2负，其中也有很著名的战役。看看他的特殊装扮。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昆尚传媒全力打造的世界极限格斗大赛昆仑决成都站的比赛现场，我是今天的技术解说张太海。大家观众好，我是昆仑决亚伟。75公斤级踢拳规则，自由搏击规则。蓝方选手侯赛因，红方努尔拉。其实侯赛因啊，他是在半年之前打过昆仑决，当时他打的是72公斤，所以这次生重来打。短短半年的时间，但是我看他体型一点不输于75公斤的努尔拉。因为努尔拉之前是打80公斤，但是经过1年多的调整训练，把自己调整到一个75公斤相对更容易的一个级别。对，而且努尔拉是拳击出身。我们看刚刚啊，努尔拉刚刚有一个3拳的一个小组合，非常的能看得出他的拳法造诣来，但是出来。因为努尔拉最开始转到自由搏击的时候，到踢拳规则这种规则的时候，他的打法很怪异，他的节奏很怪异。但是经过这1年多2年时间，频繁的打这种职业比赛啊，可能相对现在节奏会更好一些。是的，他最开始他的节奏很多选手不适应。因为努尔拉这个选手呢，他虽然是拳击出身，可是拳击可不仅仅是只有拳法。我们看他步伐移动，前后左右的移动，跟大多数散打出身、泰拳出身和纯踢拳的运动员的步伐节奏是完全不同的，2公分的差距。从拳路的变化上来说，努尔拉呢刚刚有一个击腹的一个前手拳，应该说你看努尔拉意识非常好，当对方迎进的时候一个拳法，是的，好，又是一个小组合。对手表示无所谓啊！这侯赛因还是打心理战的一个老手。对，但是不够及时。是，而且他有一点老式那种欧式泰拳的风格。他这个节奏啊，虽然要比本土泰拳的节奏要快，但是比努尔拉这种拳击出身的选手节奏明显是慢的。对，因为我为什么说他是老式的呢？大概在6、7年之前，很多欧洲选手是这样同样的一个基础动作或者是风格。你看他在起低扫腿的时候，会有一个明显的前脚的一个垫步，或者是跺地。我们简单说，观众明白的话，就是一个简单的跺地。对，借助一个地面的反支撑。对，好，前低扫。我们要注意努尔拉在一开局的时候一个击腹拳，刚刚打了几组小的小组合，打得非常的专业，非常有技术含量。但是第一回合呢，相对来说这个努尔拉飞机，这个力量全部发出来。对，但是他现在的节奏我觉得控制很好，他现在这种快进快出，然后让对手摸不到他。是的。对手到现在为止也有几个低扫腿，对努尔拉也就形成了一定的攻击，但是并不重。对，这个2个人啊都喜欢打迎击啊，都喜欢在对方打的时候自己也打。正式交手的话，第2局的节奏应该会有不太一样的变化。是。侯赛因一直在用前腿的低边在试探。侯赛因的反击速度还是很快的，一个低扫的回击，有点像散打以前的小颠腿。对。我觉得侯赛因一直在用他的后手在憋一个大动作。我们要注意这个努尔拉的步伐。对。打完对手之后啊，立即躲开的这种步伐移动，并不是直进直退啊，他是走迂回的路线。对。而且就是相对于他们的视觉来说，我觉得努尔拉看的要比对手要清楚很多。是。包括对手的反击，他看得很清楚。你看拳路变化很多啊，刚刚是一个前手4拳打头，然后瞬间中间又变线，然后击腹。对。
明显的，我觉得侯赛因升了级别以后，他的动作上面好像要比努尔拉要慢。可能努尔拉更适应75公斤这个级别了。而且他确实，他过去的这个拳击的步伐训练啊，让他在整个的移动节奏上和移动的这个变化轨迹上也更多一些。努尔拉还有一个高鞭腿了。谁说拳法高手不会打腿啊？以前确实很少见，努尔拉也看了很认真的训练了。是的。一套组合拳。这个像这种后手突然袭击啊，侯赛因是很难打进努尔拉这个双臂的防护的。对，我看努尔拉现在还有加强了膝法。对。这一个中扫腿明显扫中了努尔拉的肋部。对，我们还是要看努尔拉这个移动啊，他这个移动很有特点。对。他的移动左右啊，这种迂回式的移动啊，让对。所以这个选手在场上啊，一定要听裁判的口令。对。其实，在昆仑决的规则里边，如果你主动转身的话，被对手击打后脑是不犯规的。但是刚才那个是例外，因为是努尔拉的右手已经挂到那个围绳外边了，被卡住了，所以裁判及时的制止这个挑衅。努尔拉还是很老道不上当啊。对，这时候呢，在围绳边上的呢是侯赛因。红方选手呢是努尔拉。这个选手这场上的表现性很强啊。其实从昨天称重的时候，努尔拉的对手就已经表现出他有很强的一个表现欲了。对，这个选手的这个身体条件也不错，可以做演员。他还是缺乏一些组合动作，努尔拉更多的出了很多的组合动作。对，尤其是这个侯赛因啊，在步伐移动上相对来说单调，就是直进直退，并且呢，移动的速度没有那么快。对，张老师，你看侯赛因他这个高扫腿啊，我在看，他有点泰拳的架势，但是他的扫腿又跟泰拳完全不太一样。对他那个发力的放胯，还往里压胯这个动作，没有泰拳那个压的那么重，也是一个相对来说动作更快的一种腿法。对，好像有推膝，更像我们现在自由搏击，但节奏不像。对，好，第3局双方决胜。我看看最后一局有没有一些明显的改变。这时候节奏侯赛因快了起来啊。还是要看他整局的表现啊。对。侯赛因这个时候的意识是对的，遇到一个拳法高手啊，一旦近距离飞机，一旦近距离的时候啊，侯赛因如果有拳手非常重，两个人互相耍宝。我很喜欢这种选手啊。对，可看性很强，表现力很强。努尔拉要抓住机会啊。但努尔拉的意识还是很好，刚刚两个前手之后后手压进去这个重拳啊，打进去，如果更准确的话，一个上勾拳。侯赛因不要掉以轻心啊，毕竟是打比赛，可以耍宝，但是比赛还是最重要的。努尔拉看得出来是一个老选手啊，他刚才明显有机会，如果换成年轻选手，已经完全拼上去了。对。他还是控制住节奏，重新再来，不紧不慢，稳扎稳打。对，你看击腹拳、组合拳、变线打头，一个。他好像已经找到自己100%信心赢这场比赛了，所以打得很松弛。高扫，对方还以低扫。确实啊，侯赛因这种节奏打下去，会很难的。对，整个的节奏现在是努尔拉的节奏，努尔拉打5个动作、6个动作、7个动作，他只能还一个低扫。对，或者是一个单个的拳法，但是没有效，因为努尔拉已经看得很清楚。对，你看努尔拉在这个比赛当中用了很多次的高扫动作，他自己过去并不擅长。对，应该说他把这个对手啊已经当成一个试验品了。对，还有飞膝，对，以前也是很少见他用到。后手的摆拳。后手直接开路。击腹。现在侯赛因好像明显的有点不像前2局那样。对。现在有点后退了。又是高扫。犯规的，刚才我讲过，主动的转身，对手攻击你，不管是攻击到后脑还是哪里，一个。这场比赛啊，应该是努尔拉的腿法训练课。对。其实2个对手都非常有性格。是。这个努尔拉的拳法的这个戏法，这个拳落头再变击腹。对。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拳手。对，侯赛因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他只有一个前手反击，一个后手反击。by corner 红方胜。